表带的18K 金包晶片怎么会丢失呢？这只从中山地区过来的帝舵王子 G4033，表主说带着好好的，有一天看时间的时候，越看越是不对劲，才发现表节头里的18K 包晶片已经不见了。希望我们能够修复好，并把刮花的狗牙圈恢复原有的光亮效果。那最后我们又是否能达到表主的要求呢？翻新的过程又会经历哪些步骤？我们拭目以待。看到这只帝舵王子的翻新修复算是完工了。我是匠心钟表的黄师傅，用心干活，细致工作。我们下期见。